餐厅就交给我吧。你只要开心的过好每一天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交给我，放心吧。你先看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先说好啊，我一定做的没你好吃。打西边出来了，会洗衣服，会做饭了。你以为都跟你似的，蠢女人？这又不是什么高难度技术活，快吃吧。李欢。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我们的等一个人。我们不能收留你。那这张支票你拿着，不够再问我们要。100万，大哥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是。我叶波现在是穷，穷的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穿不起。但是我不在乎。我在乎的是跟大哥当年的那份情谊。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哥了，我们也有难处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别带上我啊！我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老大，你呀！我就知道，是你嫉妒我和大哥，你想一个人独占大哥。好，既然你不体谅，那请吧，请出去吧。大哥，我不要离开你。你想起我是我了？我突然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虽然我已经不认识你，但是看到你这么真诚，让我有莫名的亲切感。鳄鱼啊，你最近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，需要有人分担一下。我不需要，老大。我需要。以前的事情，你不想告诉我，我都可以问叶波人。不是。你给我出去！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你出去！别闹了，够了！不要生闷气，以后有事还是你说了算。老大，我说你，